根据消息，虽然咱要来看冷16天了后，中国27搁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3只中国军舰伫咧平湖的西南海域，有专家就分析，可能是中国的电子侦察舰甲公务船出海收集战场的情报。另外，美国甲菲律宾做伙军演，美军头一届伫咧离台湾200公里远的巴丹岛部署新型的反舰飞弹系统，这嘛引起大家关注。 台海紧张情势搁欠悬，中共计16日27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自备发布，查到29只军机鸟台，其中16只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军舰10只、公务船4只出现伫台海，也将发中共发射在焚毁前经过咱的 ADIZ 对台湾无危害。 中军头一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中共3只军舰列队伫车出现伫平湖7米西南海峡附近。为相片来看，共舰船身有圆形球状物体，疑似是电子侦察舰甲科研公务船。学者分析，无排除共军收集国军机舰出勤的各项参数。 也有可能是为了针对去收集我方就是台湾这边国军或者是海巡在进行拦截或者是进行相对应的行动的时候的一些电子讯号。如果在九鹏进行飞弹试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型武器的这些测试的作为的话，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电子侦察机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在周边活动。 那我国也不断的再去把他们这些行为习惯来去做统整，那把这些资讯叠加之后，那慢慢的可以掌握出对方的这些意图跟他们的方式。 针对共艦公务船可能演练协同作戰，學者表示考驗海軍海巡跨部會合作，因為國軍買代表上強戰車 M1A2T 第一批38台的進行增值訓練，團出會提源北台灣防衛量能。陸軍想要部署到南口大地保護台北港桃園機場。 美國強化印太軍事部署，甲菲律賓展開輕兵艦軍演，唔忘記戰爭時空。美軍佫第一擺離台灣不到200公里的巴丹島部署新型反艦飛彈系統 NMESIS， 外界解讀是檢視中共。 That's something our treaty obligations. That's the longest treaty obligation in the Pacific. That's something we always take serious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Even when we were figh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美軍表示 ，NMESIS 因為第多年無針對台海局勢主要強化海上自治甲制海權，中共也表態反對美菲軍演，美中維持對立的局面。記者綜合報道。